议会临时会最后一天闭幕，在临时动议的提案当中，议员蔡淑慧表示，针对南区交通大队将昔日当成社街训练靶场，地方拢议论纷纷。因为民众烦恼靠近主体区，加上是单纯台南使用，连南部县市的警戒拢会过来，互当地真烦恼，会有安全安宁的顾虑，要求警察局召开说明会。长江射击训练场。对，要建一个靶场。要建一个靶场。那个局长，我可不可以拜托一下？因为那里很紧邻我们很多的住宅区。那最近附近居民都人心惶惶，想说在这个交通大队设一个靶场。但是我后来有问一下我们的公关，他是说这个靶场的设置很先进，是密封式的，不会有危险。但是附近的居民听得到的很少，他们都很担心。是不是在这个部分，请我们警察局要新建之前，或是你现在正在筹划之前，先是不是找其他比较偏远的地方去设置？那如果一定要设置在那边，是不是开一个说明会，让附近的居民知道我们整个设备不会影响他们的居家安宁，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居家安全？律师局长回应，该靶场是内政部专案补助有5亿外，是9年前规划好报车中央核准。面对地方的顾虑，虽然强调靶场以目前的科技，伫安全甲噪音唔免烦恼，不过伊立场嘛倾向煞所在，将持续向中央沟通。当初这个中央就是行政院补助我们这个靶场啊，就建2个，一个在新营地区的铁线桥派出所的旧址，那一个在交通大队旁边的拖吊停车场的空地啊，总共给我们8亿多了哈，在交通大队旁边这边是5亿多，然后另外在铁线桥派出所这边是2亿多了哈。那在我的看法，因为这个案子在我还没有来之前送出去的，我是希望训练科跟中央这边就警政署那边来反映，因为这边毕竟在市中心有很多的不方便的地方，我是希望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了，这边还在沟通中。安宁跟安全部分，其实我们也都有做把关。那这个是都没问题的哈，因为现在科技，然后整个这个招标过程呢，会把那个尽量的安全设施，还有那个噪音设施，一定会让大家满意的。虽然目前靶场的地点也去甲中央沟通，不过当确定的是，一旦决定会伫地方举办说明会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